首先我哋會介紹我哋嘅組員有黃子謙、劉以晨、卓柏賢、盧佩儀、摩愛強、陶樂兒、黎佳瑾、佐藤裕太、我何若如、黃心柔、袁若良。我哋嘅國家叫 Tasmania， 我哋諗咗唔同嘅諗法，例如有食物、衣服、文化、地圖、交通等等。最後我哋就投票揀咗交通做我哋嘅主題。我哋做咗唔同嘅資料搜集，認識咗唔同國家嘅交通工具，發現原來好多交通工具香港都沒有㗎。我們畫出我們的交通工具，用 Canyon 投擲我們的交通工具。呢個係我嘅交通工具，叫自動飛車，有司機駕駛，仲有安全掣，可以飛上天空，俾 ABC Pathway 嘅小朋友和老師坐。大家好，我嘅交通工具叫飛跑車，要打電話預約，仲可以飛上天空去其他地方，俾 ABC 小朋友坐。我嘅交通工具叫飛天防水巴士，佢可以飛上天空，同埋乘過水底，仲可以瞓覺，係俾 ABC 嘅小朋友坐。我嘅交通工具叫飛火車，有司機可以揸車，同埋可以飛上天，俾各位 ABC 小朋友坐。大家好，我嘅交通叫做自動飛車，有即打機和有司機揸車，可以飛上天空同埋落返地下，俾 ABC Pathway 小朋友同埋老師坐。我嘅交通工具叫做自動巴士，佢可以自動開門閂門，佢可以飛天同埋喺地上去唔同地方，佢可以俾 ABC Pathway 嘅小朋友同埋老師坐。呢個係我嘅交通工具，佢叫飛車，佢係打電話預約，冇人駕駛，同埋喺天空上到飛向目的地，係俾 ABC Pathway 嘅小朋友同埋老師坐。我嘅交通工具叫巴士飛船，佢可以將你嘅數量變大變小，同埋有食物同埋水，佢可以俾 ABC 嘅小朋友同埋老師坐。我嘅交通工具叫飛船巴士，佢係冇人駕駛，佢係彩虹顏色，車頂仲好似一架的士咁，可以打電話預約，仲可以喺固定嘅車站上落車，佢有7個坐位同埋7個企位，俾 ABC Pathway 嘅小朋友同埋老師坐。今日我
中意。多謝小朋友為我哋介紹咗搭 Lady 嘅交通工具。